歡迎收睇環球金融快線，先睇下啲重點新聞。花旗第三季賺37.7億美元，按年增長超過70%，好過市場預期。20國財長促請歐盟盡快提出全面解決歐洲危機嘅方案，德國就話唔好咁大期望。各位好，歡迎收睇今晚嘅節目啊！我係林永欣，身邊都係繼續黃 Sir、黃冠一同一齊主持節目嘅。黃 Sir 你好，你好 Candy。先同大家講下咧花旗嘅業績啦。咁啊，第三季咧賺37.7億美元嘅，每股盈利有1.23美元，按年係有超過70%嘅增長，好過市場預期。其實佢哋咧同摩通都係一樣啊，係靠一個會計方法咧去整靚盤數啊。黃 Sir，我哋上個禮拜都預示咗。係啊，咁成日都魔鬼喺細節之中，大家要睇，咁係咪真係好？其實佢都唔係好差嘅，不過咧就即係撥嚟撥去咁，你都知。而家再好啲咯。過去嗰幾季其實好多銀行都係撥嚟撥去啦，係咪？嗱，我哋講講嗱，如果扣除特殊項目嘅收入咧，佢有189億美元啦，較去年同期咧就下跌8%嘅。咁啊純利咧37.7億美元，按年係上升咗74%嘅，咁啊每股盈利1個2毫3美元，咁啊金融海嘯之後咧，佢都即係都好爭氣㗎啦，連續升咗7季賺錢㗎啦，但係撇除會計嘅收益咧，就得翻83美仙嘅啫，啊咁啊實際嚟講，實情得翻15% 增長，就唔係70幾嘅，但係亦都好過市場預期㗎啦都，因為個個都覺得佢唔係好多掂嘅嚇，咁咧就仲有咧就資本市場嘅業務收入有48億，亦都下跌12%，咁啊亞洲做得唔錯嘅，其實呢個花旗。亞洲咧，佢嗰個消費者嘅信貸咧有唔錯嘅增長，咁但係咧都抵消唔到嗰個投資銀行同交易業務嗰個業務嘅下降，係咪？即係收入嘅下跌。咁咧就業績好咧，就主要就係因為債務價值嘅重估啦，係嘛？好似摩通咁咯，好似摩通咁為集團帶嚟咗19億美金。咁啊，仲有咧就一個信貸虧損嘅撥備嗰度回撥咗14億啦，嚇咁咧就。因為問題貸款嗰度改善翻，咁你話好定唔好咧？咁就見仁見智啦。不過我覺得都收貨啦，其實都嚇。但係花旗股價今年跌咗40%，咁佢哋嘅 CEO 咧記得佢講過咧，希望咧出年咧可以為股東咧增加回報。咁啊，黃 Sir你又估下佢做唔做到啦？我覺得唔容易咯。因為點解嗱？首先你目前個失業率咁高。咁有冇人消費咧？咁你銀行嚟講，你好多時都係做下啲樓按啊、大耳窿啊啲咁嘅嘢，即係credit card 嗰啲咁嘅，尤其是花旗添。咁你樓市又唔好啦，咁你失業率又高啦，咁佢好難做。仲有你 iBank 嗰度咧，你今次出嚟嗰個業績都唔靚啦。咁 iBank 大家都知道，而家唔係咁容易做噶啦，又話唔准咩坐盤啊，又話又少咗啲 IPO 啊，少咗啲 M&A 啊，啲咁嘅嘢咧，即係個 fee 嘅收入係少咗嘅。咁所以咧就 iBank 嗰度亦都唔係咁好。咁經濟差，你又唔敢亂咁去信貸，即係唔敢借錢俾啲中小企又或者企業。咁有錢嘅企業又唔會同你借錢，係嘛？咁啲錢等喺你嗰度，你變咗冇出路。咁所以你亦都唔容易，即係除非有政府突然間出嚟打救，整活翻成個 Main Street 咁又唔同啦嚇。好咁啊！聽日咧會有美銀咧公布業績㗎，咁投資者咧要真係集中咧係睇實銀行呢啲核心營運表現咧，先可以準確咧咁掌握到呢啲大行嘅業績嘅。咁睇睇咧，其實畫面上會俾大家睇到咧，其實嚟緊呢幾日咧都有幾間銀行咧公布業績嘅。咁跟住再同大家跟進歐洲債務危機最新嘅進展。咁20國集團財長咧，其實週末開完會之後發表咗一個聲明，咁啊促請下個禮拜一咧歐盟峰會嘅時候咧，佢哋要提出一個全面解決歐債問題嘅計劃。咁包括咧，究竟啲希臘債權人咧要提投幾多啊，或者啲銀行資本重組啊，點樣去重組等等啦。有啲歐洲國家咧，包括德國咧，就建議削債嗰個幅度咧多過7月時候傾嗰陣咧話要削減1%嘅。有啲國家更加建議削成5至到6成嘅。咁啊，大家諗啦，咁啊法國咧揸咁多希臘債啦，估計佢哋真係實會反對啦。咁所以咧，德國財長咧今日都講咧話，即係粉碎大家期望，話叫大家下個禮拜咧即係唔好咁大希望，話下個禮拜會有全面嘅方案。至於佢哋總理默克爾都話咧，危機一定咧係會延續至到出年嘅。咁啊，黃 Sir，德國而家咁樣出嚟嘅言行咧，你又點樣睇咧？即係大家本來一心憧憬得好好地噶嘛。咁其實佢喺度都算講真話啦，係咪？你嗱好簡單啫，你要出一個啲咩方案？咁多個國家17個國家，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。咁大家仲要諗一樣嘢咧，就係話，如果你容許希臘
個債為違約而去剃頭21到60%咁話咧。咁好啦，咁下一家係點樣？下一個愛爾蘭、葡萄牙、意大利，咁死啦！意大利如果你剃頭21到60%，我諗全部銀行瞓低晒嘅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咧，你一定係要好似美國咁樣，要一個首先要搞掂一個統一嘅財政部，跟住咧有個統一嘅歐元債，起碼統一歐元債咧，呢啲債擺喺銀行嗰度，即係重整晒所有嘅債，跟住呢啲債擺喺銀行啊，呢啲先係你一級資本嚟嘅。咁你地方政府當地方政府啦，即係譬如你唔同嘅國家去發嗰啲債咧，就當好似美國啲州政府去發嗰啲 municipal bond 咁樣。咁你先至有機會穩定落嚟，唔係話解決晒所有問題，而係就穩定咗落嚟啫。咁如果你係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嘅，唔怪之佢話你唔好開收咁早啦，係咪先嚇？諗下歐債危機咧，暫時都未得到舒緩啦。第三節咧，我哋會講下，其實歐盟方面都諗緊點樣創造就業嘅。咁陣間詳細分析啦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同大家睇下美股咧，開市之後嘅一個鐘頭嘅表現啦。上個禮拜做咗幾好嘅美股，但係見到今日咧，今個禮拜開出嚟咧就跌緊超過1%，道指跌131點，至於標普咧跌緊13點，報1211點。今日出嚟啲數據認真麻麻啊，網上。係啊，出嚟嗰個 Empire State， 即係嗰個紐約個製造業咧，就預期就跌4嘅啫，出嚟跌大一倍，跌8.48，係嘛？死唔死咧？咁所以個市砰又咁跌咗落去，但係個 industrial production 工業生產又唔係太差，咁所以咧就而家得跌少咗啦，頭先跌過140幾點，不過咧就。其實佢試過，即係今日 intraday 咧，即係香港嘅時段嗰個 future 其實試過1230嘅，即係我講個位㗎，佢1229.5嘅，咁而家開翻出嚟跌翻落去，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晏啲咁多做翻好少少咧？暫時即係可能好多一兩日添啦。大家都係要小心啲啦，真係。好。歐洲而家呢個股市都係下跌緊㗎。咁其實歐洲咧今日早段咧係曾經升過嘅。咁啊睇埋佢最新嘅表現啦。三大主要指數咧向下，跌幅都係大概1至到2%啦。富時100指數跌49點，法國 CAC 跌50點。至於德國 DAX 跌得多啲啊，跌115點，報5852點嘅。第二節翻嚟咧，就會由美國而家嗰啲經濟數據同埋美債息口嘅走勢咧，去同大家分析一下啦。究竟美國經濟究竟係步向緊啲咩嘅狀態嘅？陣間見。